的方式是，A 段2次，B 段2次，然后呢，我会做一个祷告，然后再从头到尾唱一次，就可以了，就没有再多唱一句了，就是这样。好，圣灵啊，请你来充满在这里，我们渴望更认识你，更深经历你。生命进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生命请你来，改变我心，开我眼睛，开我耳，我更多认识你，生命请你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生命请你来，改变我心，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就是世界，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就是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谢谢你。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预备心，准备今天的聚会。来啊，我们要俯伏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拜，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百姓，是他手中的羊。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你。
那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来关心教会的事工。今天是宗教改革纪念主日培灵会，感谢许瑞正牧师前来本会带领10月25号培灵会以及今日2场礼拜讲道。今天是本会收年主日，收年团契在台语礼拜中服侍。10月29号重阳节，教会有预备一份礼物给每一位70岁以上的长者。下周11月2号下午1点，长执会在教育馆301教室。上周主日召开临时会员合会，举行长职改选，选举结果请参看周报。10月28号礼拜2至11月1号礼拜6，台北中会收年部举办干部会，前往韩国。本会许陈道牧师夫妇前往参加，并拜访瓦乌吕教会乌吕基督学校。圣诞糕开放订购，每盒20元，绿豆糕每盒35元，请至招待桌登记，11月16号截止。11月22号礼拜6晚上7点到9点举行感恩见证会，有诗歌赞美、见证分享，会后备有茶点。即日请扫描 QR Code 线上报名，或至招待桌报名。欢迎邀请福音朋友参加，请务必报名，以利统计餐盒数量。儿主成立小福赞美团，凡有参加儿主的孩子皆可参加。团练时间每周六上午10点至12点，在教育馆5楼501教室。详情请洽施云老师。这时候要邀请我们一起站立，一起来歌颂赞美我们的上帝，因他是我们喜乐的泉源，是我们永生的盼望。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主啊，我们欢迎你，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
赞美你。是的，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都将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圣名，我们要高举你圣名，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的圣灵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是的，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我们的上帝，他配得我们所有最大的赞美。而在此刻，我们也要恳求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请坐。圣灵啊，请你来充满在这地，我们渴望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你。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地，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圣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地，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圣灵，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呼求圣洁，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我呼求，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灵上帝啊，请你来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经历你奇妙的大能与作为，让我们愿意改变自己，心意更新而变化，认识你更多，认识你更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仰望、交托，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生命请你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生命请你来，改变我心意，开我眼睛，开我耳，让我更多认识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是啊，圣灵，求你来到我们当中，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你曾经应许我们，无论在哪里，只要有2、3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他们当中。主啊，我们要来敬拜你，更深的认识你。求圣灵来触碰我们的心，让这份信仰在我们的生命里，不是只有固定的聚会、固定的奉献、固定的仪式，而是在心里、在灵里都能得到更新，与主更亲近。主啊，你是圣洁的主，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让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会有软弱，会有得罪主，求你来赦免。让我们或许遇到试探，遇到考验，我们的口也不得罪神，也不离开神。感谢主，让我们在上礼拜的和会有顺利选出下一任的长职同工，也在前2天的长职会长退休会靠主来聚集，一起规划明年度的事工和预算。恳求主，你装备你所拣选的这些同工，有软弱的你让他们刚强，有欠缺的你必加添能力。让我们不只看着自己所有的，而是看主你所需要的，让我们能够荣耀主，在主的事工上有份。我们为接下来11月还有12月的感恩茶会，还有圣诞节的事工来祷告，求主你亲自的带领预备，让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福音朋友来到主你的面前。最后，我们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向你来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经，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在和合本圣经第142页。我们一起来攻读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对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老师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尼哥德慕对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惊讶。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德慕问他，怎么能有这些事呢？耶稣回答，对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还不明白这些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是上是，你们尚且不信。若对你们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须照样被举起来，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金句，今天的金句是加拉太书6章8节，我们一起来念2次。弟兄姐妹，请。加拉太书6章8节，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6章8节，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赞美。雅歌诗班赞美的诗歌是圣哉，圣哉，圣哉。
感谢主上帝，让我们能够在他神圣的面前经历到他跟我们极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在宗教改革纪念日，这是每一年10月31号，我们的教会都有培灵会，所以我们感谢主。昨天晚上一堂，今天的主日，许瑞生牧师也要跟我们分享信息，而今天也是我们教会所定的松年主日。松年主日，我们特别为70岁。就是1955年，民国44年出生，不管你几月，我们都有教会都有为这些伙伴预备一个红包。我们现在就请同工能够发吗？你如果是70岁，稍微举一下手，他们走过去就会给你唔通客气啊，唔讲我17岁了，我唔是70岁70岁就70岁没关系。1955年，民国44年对，有好几位你手稍微挥一下就可以了不用举太高，你让他看到说，对，感谢主，让我能够真的是在70岁这一年来经历主上帝的奇妙那我们特别感谢上帝为我们士林基督长老教会有很好的传统。我们每一年有2次的培灵会，一次就是在3月教会的生日，另外一次就是宗教改革提醒我们如何在主面前天天都能够得着更新，天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得着改变，越来越亲近主的心意。所以这次我们特别邀请许烈正牧师，他现在在新店的民权教会，也现在我们台北中会的干部副书记，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邀请他为我们来分享今天信息跟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因为今天是要庆祝松年主日，所以我特别选了这个题目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谢谢雅各诗班很美的服饰那我们因为是宗教改革纪念的培灵会的延续啦所以呢，我们来想，如果把1517年10月31号的马丁路德他发表了95条论纲，大家都说他把它钉在了那个门上但是后来有考证，好像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啦好，如果我们把那一天当成是宗教改革开始的时候，那么到今天已经几年了？已经508年了。那大家觉得宗教改革对你有什么样特别的关系吗？大家觉得宗教改革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想对新教的牧师来说，我是新教的牧师啦最大的影响就是可以结婚。天主教的神父不能结婚，但是基督教的牧师可以结婚。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都是因为马丁路德的关系。他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奥古斯丁修会，成为修士，后来成为神父。所以他即使做了宗教改革，他还是非常天主教的。然后呢，他一直的禁欲守戒很难受，然后后来他觉得禁欲根本一点都没有必要，所以他在1525年，他那个时候42岁，他就决定要结婚，他就娶了26岁的一个修女，叫做凯特琳娜。他们就走出了修道院，他们就回到了家庭，继续做修道的工作。他们生了几个孩子，知道吗？6个孩子。那因为他的关系，所以牧师怎么样就可以不用守独身，可以自由婚嫁了。另外一个跟我比较有个人的关系的是这张照片，这样那个是我2021年10月31号的宗教改革纪念日，我特别去健身房拍的照片。我因为减肥的关系，所以开始上健身房。然后呢，我觉得10月31号那么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没有举行任何教会，因为不在礼拜天，所以都没有举行任何的庆祝仪式，所以我就只好自己庆祝。我就去到那里。2021年，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还在疫情的当中，所以我们上健身房都要怎样？戴口罩。我一个弟兄问我说：“牧师，你还敢戴口罩上健身房啊？”这样我说没有办法，就是要去这样。然后好，那个健身房的名字叫 Reborn 就是重生。我是因为他的名字，所以选择去那个健身房的。然后呢，我特别去拍照，因为他的那个墙上有一个slogan， 他说 I am different from what I once was. I am new. I am reborn.
好，这个给我很大的激励啦，所以我就是在脸书上说，我发表拍了3张照片，好，我就写说1031宗教改革纪念日，第2行改革转变重生，第3行下周可以自由来做礼拜了。哈，那时候我们还是，距离2公尺吗？好，我们教会只能容纳38个人，好，一场礼拜38个人，然后那个就是，我们礼拜的样子这样，哈，好啊。那我特别写下的是改革、转变、重生，我觉得这几个字词对那个时候的我特别有意义，因为我在减肥，我决定改革自己，让自己转变，然后得到重生。那我觉得这也是宗教改革纪念比较有意义的事。那个时候上教练课，有找教练教这样子，然后呢，在我4年前在教练的眼中，我是什么知道吗？当然是小白了哈，我是老人家，他就认为我是老人家。他说，有一天问我一句话，他说：“你知道老人家最快丧失的能力是什么吗？老人家最先丧失的能力是什么吗？”你知道是什么吗？肌肉当然会流失啦，哈。对，其实还有一个东西要加强的，叫做爆发力。好，就是人老，我们很有耐力，可是我们的爆发力会不够这样，所以他叫我要跳那个高，然后跳下来，再跳高，跳下来这样。哈，你们觉得很可怕，我也没有跳。好哦，那我们在今天阅读的经文当中呢，也出现了一位老人，对不对？好，他的名字叫做尼哥德慕，以前叫尼哥底母啦，现在改名成尼哥德慕，与时俱进这样。那他有4个特色，第一个他是有钱人，你们知道他多有钱吗？他真的很有钱，他是不是真的？我在想他是不是后来有信了耶稣这样？不知道。好，主耶稣死了之后啊，他为耶稣的遗体花了大钱买了没药跟乳香，买了100斤的没药跟乳香。好，这不是只有有钱人才拿得出来的钱呐。然后呢，他是法利赛人。好，法利赛人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很懂律法，最遵守律法，也是最敬虔的。好，所以不要把他贴标签说法利赛人不好。当然他是假冒为善啊，对不对？好，耶稣老是批评他们假冒为善，但是他们其实是一群很敬虔的犹太教徒。然后呢，第3个他当官，他是公会的议员，公会有70个人，他是其中的一名。公会是干嘛的？公会就是犹太人的最高法庭，他有宗教的裁判权。你在宗教上面犯法，就是在这边做裁判。那政治上的就是归罗马管这样。第4个呢，没有求证过的是，他可能出生于犹太的名门，他是出身贵族，这个出身是名门这样。所以你就想这么一位有身份地位的人，他怎么会想要来见耶稣，还要跟他对话？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你们觉得在读经文的时候，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他会特别选晚上的时候，我们要下一页，所以叫我要按，对不对？好哦，好哦，来，没关系，这个讲过了。他特别选晚上出来见耶稣，有2个理由，他很谨慎小心。因为毕竟他是公会的议员，他怕白天来的时候来找耶稣，大家也不是很赞同耶稣这个人，想说会拖累自己或者是公会的成员，他想说晚上来比较好。然后呢，晚点来也总比不来好，不是吗？他愿意来已经很不简单了，我觉得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突破。他为了追求真理，愿意委屈自己，我想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第2个呢，就是他避免被搅扰，能够专心学习。他们的可能都是夜猫子，他们要晚上才能够安静，就是希望这段时间不被打扰，可以专心学习。好，对耶稣或是对尼哥德慕来说都是一样，晚上会是一段比较单独、比较不会受搅扰的时间。因为耶稣白天很忙，对不对？大家都纠缠他，他是晚上才有空的。好，所以我们来看尼哥德慕，他虽然有世间一切的尊荣，但是呢，他怎么样？
仍然有一些想不透的问题，所以呢，他就选择晚上来见耶稣。他希望有这样一段时间跟耶稣彻夜长谈，希望能够在夜间的黑暗当中找到亮光。那他们的问题不是从对话，他们的对话啦，不是从问问题开始，通常是有人发问了，然后耶稣回答，对不对？但是你们看到这段经文特别奇怪，尼哥德慕呢并没有发问问题，可是耶稣就告诉他答案。我觉得这个经文的记载非常的吸引我。这样尼哥德慕他一开始只讲什么？表达他对耶稣的看法。他说：“哇，耶稣啊，你的神迹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啊！我觉得你呢就是有上帝的同在，一定是上帝差你来到世间来当老师的。”他其实心是开放，他没有想说要特别学什么，他也没有问他说永生的问题，他也没有问他重生的问题，但是他知道说无论如何，我跟耶稣你讲话，我一定可以从你身上学到东西。然后耶稣也特别有趣尼哥德慕他明明没有问问题，你想为什么耶稣就给他一个答案？为什么？这位耶稣真奇怪，对不对？不奇怪，因为这位耶稣知道。他这个富有的人，他在富足的当中最欠缺的是什么？耶稣知道他在思考的逻辑上面有什么需要修正的地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其实耶稣看到他的时候，不是动了慈心啦，是怎样？是想要把福音传给他。这是我自己想的，但是我觉得有极大的可能。所以耶稣就先接话回答他对自己的解读，而且对他说：神迹，对你提到的神迹，神迹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心的改变。你的内心改变了，你才能够接受福音。所以耶稣就跟他讲，直接对他说：人要重生，你要重生了，才能看见上帝国，才能够进入上帝国。重生对尼哥德慕来说，他是无法真正理解的。耶稣说的重生跟他想的重生其实不一样，但是呢，他就用他想象的重生来跟耶稣对话。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他想说重生是什么意思？就是进到母腹，然后再生出来，对不对？再重新生出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不是吗？好，我们也觉得不可能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这时候一定是站在尼哥德慕这一边。但是如果说照他的思考模式来看，他说的呢也不够正确，好，也不够正确。好，因为我要挑剔他一个毛病。好，因为人不能够再进母腹重新生出来这件事，跟年纪有没有关系？没有啊。他说人老了，他有提到人老了还能够再重生吗？对不对？但是我要说的是，重生这件事情跟人老不老、年纪大不大是没有关系的。好，当然他认知到他是老人，所以他会说这句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错误，就是他跟所有的法利赛人都一样，只注重行为，只想靠自己的行为得救。好，他说如何能重生？如何其实就是说我该怎么做才能够得到重生的意思。所以法利赛人他跟法利赛人一样，因为他就是典型的法利赛人，就是只注重行为，只想靠自己的行为得救。所以耶稣就试着点醒他，说我讲的重生不是肉体的重生，我讲的重生是心灵的重生。然后呢，心灵的重生呢，就是接受福音的开始。我又忘了按了，对不对？你帮我按哦。好，因为我在教会都是我的 PPT 同工帮我按的，我负责讲，因为我都照稿讲那个我们受的训练是写逐字稿不会跑掉，这样不会跑掉好，再麻烦你喽。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我们先来看上帝国。上帝国是什么意思？是上帝旨意可以完全实行的社会。所以上帝国不是在天上，而是在地上。我们的主导文就说了：愿你的国降临。那个国就是上帝国。好，所以进上帝国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活都要遵照上帝的旨意来行，上帝的旨意成为我们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既然是一个原则，我们就必须要顺服，
好，我们要顺服这个原则来生活，这也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所以啊，你想成为上帝国的子民，跟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是同样一件事。好，耶稣明白表示，我们如果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信耶稣得救，就要怎样？就要重生，就要重生，而且呢，是透过水和圣灵才能够重生。所以现在讲重生，透过水和圣灵。水和圣灵很奇怪，好，对，为什么会说水和圣灵？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可能当时如果你是一个外邦人，你要进入到犹太教，你真的是要透过水的洗礼，然后就可以成为犹太教徒这样。但是啊，水和圣灵水和圣灵另外一个讲法，好，提供大家思考，就是它其实在讲水就是圣灵，因为圣灵的功用。有一个功用跟水的功用是一样的，是什么功用？洁净，对不对？好，水跟圣灵呢，都可以洁净脏污，都可以洁净罪恶。好，耶稣说，这样洁净的功用只能够发生在真正悔改和相信的人身上。所以从水生了，代表什么？代表人借着悔改结束了旧的生命。好，新造的人，所以有旧造的生命。然后从圣灵生呢，代表怎么样？代表人借着相信得着新造的生命，成为新造的人。哇，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对不对？可他看见尼哥德慕在干嘛？充满问号，在脑袋上面充满问号，听不懂耶稣在说什么，充满了怀疑，充满了疑惑。所以呢，耶稣继续讲。这一次呢，他直接用风的比喻来解释圣灵的其他功用。好，圣灵可以洁净，圣灵也像风一样。风或是气跟灵，原文都是同一个字 pneuma。所以呢，耶稣就对尼哥德慕说：“你可以看见。”你可以听见并且感觉到有风的存在，但是呢，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可能不明白风怎么样的吹，为什么要吹。可是你可以看到它所做的。风吹过树梢，树就会摇晃，不是吗？风吹过你的脸颊，像爱一样的时候，不是有感觉到风的存在吗？好，耶稣说灵也正是如此。你可能不知道圣灵怎么样做事，圣灵在做什么样的事，可是你可以看到圣灵在人的生命当中产生的效果。尼哥德慕呢，他还是不愿意接受，因为呢，他的眼睛被蒙蔽了。他还是讲：我要如何做才能得到重生呢？他在想我要怎么做，因为他已经做了一辈子了，所以他就说。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呢？所以面对尼哥德慕的疑惑呢，耶稣又说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就是重生是属天的事，不要靠头脑去理解，而是要凭信心去接受，这个是关键的重点。等到在信心里接受了属天的生命的时候，属天的事就怎么样？就豁然开朗了。所以你要在信心里面接受属天的生命，你能够在信心里面接受属天的生命，其实就是圣灵做工的结果，知道吗？你相信玛利亚是圣灵感孕然后生下来的吗？有时候这是很难相信的事，可是你要凭着信，你就可以接受了。好，耶稣非常了解尼哥德慕，他知道他是法利赛人嘛，对于旧约经典、对律法书非常的熟悉，所以啊，在对话的最后呢，他举了一个铜蛇的例子来说明，他还是期待这个尼哥德慕呢怎么样，可以来信耶稣，可以重生，可以得永生。好，这个就是铜蛇啊，他的眼睛掉了，他
他的眼睛居然掉了。好，这个就是铜蛇。你们看过铜蛇吗？啊？现在看到了。好，这是铜蛇吼。这是我的十字架。我读完台神之后，有一天回学校，然后在走路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剪一根枝子回去做纪念，以免忘记我的初衷这样。所以我就拿了随手捡了一根木头，然后把它裁成十字架绑起来，好放在我的牧师馆哈，挂在墙上这样哈，提醒我要常常仰望救主耶稣，不要靠自己了哈，要靠耶稣这样哈。好，那这个就是铜蛇。这个记载呢是，这些犹太以色列百姓哈，他们走在旷野的时候就怎样，就埋怨上帝，嫌路很难走。然后呢，上帝就很生气，就惩罚他们。然后呢，这个惩罚方式很奇怪哦，他就让火蛇出动，咬死很多人。所以这个铜蛇到底是铜色还是火色啊？我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到底要喷金漆还是喷红漆？这个很困扰我这样。后来我两种漆都喷了。好。然后呢，他们就认罪悔改，因为被蛇咬了。好，上帝就原谅他们。怎么样原谅？他就叫摩西去造了一条火蛇，挂在杆柱子上。然后呢，叫他们说，被咬的只要望这蛇就怎么样，就得医治，得医治。好，所以，这个得医治是看到这个得医治，对不对？它发生效果得医治吗？不是啦，是透过仰望怎么样，得到上帝的医治，得到上帝的医治。所以啊，耶稣是想要透过这个例子告诉尼哥德慕说，当人的思想转向上帝，相信上帝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会得到医治。耶稣最后说，人子耶稣也同样被举起，当人的思想转向他，相信他的时候，他们就会找到永生。好，所以主用铜蛇的故事是要让尼哥德慕知道，不要再问说怎么可能会有这些事了。好，接受救恩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等到有一天你看见那位成为人子的上帝的儿子被举起来，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去相信他，你就会得到属天的生命，就是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知道今年是什么年吗？今年是蛇年，答对了，大家都很喜欢蛇，对不对？你们看到我高举蛇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嫌恶？有没有觉得很可怕？没有。好，我告诉你们，来看一下我插花的图。这个是我过年的插花。我把蛇放在花里面，因为我想挑战那个会友的极限，知道吗？然后我要帮那个蛇翻盘，我要帮蛇翻盘。为什么？我们都觉得蛇是邪恶的撒旦的化身，对不对？其实不尽然哦。其实伊甸园出现的蛇呢，它是聪明的蛇，它是聪明的蛇。那我们在圣经对于圣经里面的描述啊，有正面的看法，也有负面的看法。正面的看法就是灵巧像蛇，知道吗？好，那负面的看法就是它是像撒旦会引诱我们的蛇，会吐蛇性的蛇这样。然后好，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不管是敢跳还是领跳那个跳都是跳，知道吗？蛇是聪明的，所以呢，我那天插这个花是五福临门啦，我用5个那个蒸笼，有看到蒸笼吗？没有因为太模糊了。我堆叠了5个蒸笼，然后蒸笼上面贴了符，我希望是五福临门一个祝福的意义在啦然后呢，插上铜蛇除了是挑战极限之外，我还是要表达我想要用救赎的铜蛇来做意象在蛇年同样要怎么样？继续仰望主耶稣，让我们的罪得赦免，痛苦得医治，难题被解决，生命被翻转，在蛇年依然能够过得丰盛又富足，这样子。然后呢，礼拜3做青春感恩礼拜，礼拜4是就是一般的礼拜这样那个花还很新鲜，所以我把那个蛇换掉了，换成什么知道吗？换成 get up band。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是我那天的讲题，所以我放了酒杯在上面，那是 get up band， 然后那个 get up band 是整颗橘子下去压制的然后甜死人的那种东西可是很好吃被我吃掉了这样。好，
再分享一个插画作品，跟蛇有关的哈。这个叫做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好，去年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插的。好，那时候我跟说恩牧师交换讲台哈，是因为御神纪念主日的关系。然后他的题目是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好，所以呢我就想说，鸽子跟蛇去买贝内丢后啊哈，结果呢买不到，我只好自己做。那个是捏出来的，知道吗？鸽子是用什么捏的？轻黏土捏的。那蛇呢？也是轻黏土捏的，会有说牧师，你那个蛇的那个蛇信做太长了，害我们觉得很可怕。这样，然后说哦好，下次改进，下次改进这样哈。所以一边呢是2条蛇，一边是2只鸽子。好，我是这样表达是平衡，所以我放在2边。好，那天是圣灵降临节，我说中间插了一个圣灵降临的意象，好，火焰的表达，热情的表达啦哈但是呢我用了那个火鹤。但是叶子太多了，所以你看不太出来看不太出来这样，然后好像不是很成功啦。但是至少2边还挺有趣的哈。那个蛇里面呢放了那个土芒果啦非常好吃的土芒果这样，然后好，那虽然这个作品不算很成功，但是吼嘎仔还好，真实的圣灵大有能力，它是不会失败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重生，并且能够得永生。这是很重要的概念，请认真的听，因为圣灵在我们经历重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要知道，我们无法靠自己重生，因为我们的本性是固执坚硬，我们还有许多被那个属世的价值给蒙蔽了，甚至于像尼哥德莫一样，他就把遵行律法视为他生命的全部，他只想靠行为去得到什么，他以为只有靠行为才能得到什么。但是呢，我们都错了，我们唯有依靠圣灵的帮助，我们的心意才会产生变化，形成新的心意。这个过程就是重生。重生的生命能够帮助我们愿意放掉自己，然后完全仰望上帝，顺服上帝，然后顺服上帝也帮助我们真正的放下自己，交出自己的生命主权，让上帝完全来掌管。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其实就是归属于上帝的，我们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了，我们就成为上帝国的子民了。在这样的状态下，上帝设立跟护佑之下，我们就拥有了上帝的生命。这个就是永恒的生命，就是永生。昨天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讲永生，我希望我们今天也能够听得清楚。当我们拥有了上帝的生命，知道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他的生命是永久的时候，当我们拥有他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的永生，我们就进入到永生的状态。永生不是死后才开始，永生是从你接受主耶稣的生命之后就开始了永生。当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之后，你就要用上帝国的规矩来过活，你就能够享受在永生的平安跟喜乐里面。好，所以进入永生就是进入上帝所属的生命，人眼界被提高，被举高了，就脱离了属世又短暂的事物，因为人终会一死嘛，这个世俗世间都会过去嘛。我们会进到只属于上帝的快乐跟平安里面，我们会活在跟上帝有亲密关系的这个团契的状态中，这个就是永生。圣灵的力量，圣灵的生命永远都超过人的生命跟力量。当圣灵掌管我们的时候，人性的失败的生命就会变成上帝胜利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重生就是这样一个改变的过程。当我们重生了，成为上帝的子民了，在这个世上活出上帝国的法则之后，我们就拥有了永生。然后在这个每一个进程当中，其实圣灵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我想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资深的老基督徒，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圣灵随时的帮助。我们其实在奔行天路，知道吗？我们是在走天路，在这样一个成圣的天路历程当中。讲到圣，我们觉得自己不够格，但是我要讲，其实我们就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刚刚不是讲我们要拥有
上帝的生命，对不对？上帝是圣洁啊，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的主，不是吗？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走一条成圣的道路，成为圣洁的道路。但是在这个道路上面呢，我们必须经历不断的死，然后不断的生。我们要不断的经历那个重生。当你跌倒再爬起来的时候，当你死去再活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到那个重生的喜悦。我不知道尼哥德慕结束跟耶稣的深夜对谈之后，他是欢欢喜喜的离开，还是忧忧愁愁的走了？他有把耶稣传给他的福音听进去吗？他后来有信耶稣吗？都是一个问号，我真的不知道。那我们呢？听完这个讲道之后，我们对重生是否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对永生是不是开始很期待？我们是不是能够体会，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圣灵？我们是不是明了圣灵其实一直陪伴或内住在我们的心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在纪念宗教改革的今天，我想要透过尼哥德慕跟耶稣的深夜对谈，来让大家明了，当时那些宗教改革家他们要做的，其实跟耶稣想对尼哥德慕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想要回到信仰的根本，将蒙蔽我们心眼的东西都清除掉，让我们可以看清楚真理是什么。他们指出蒙蔽我们心眼的东西，然后要我们都给清理干净。这个就是改革的过程，也是宗教改革的核心所在。所以宗教改革的精神 spirit 是什么？其实就是更新的灵。更新的灵就是圣灵。透过圣灵的做工，我们不断重生，不断被更新，我们不断在改革中。所以宗教改革其实是一个一直在持续进行中的圣灵更新运动。我之前去 Reborn 这个健身房，对不对？现在也改名了，你知道它改名成什么吗？改成 Reborn New， 新重生。你看它又重生了。然后呢，我呢也不再去那个健身房了，我改到我们楼下的健身房。一开始楼下就有健身房，为什么没有去呢？因为它会漏水。但是呢，它很方便，所以呢，现在我去呢，它还是继续在漏水。但是实在是太方便了，我坐个电梯就下去，就可以激励我不断的运动这样。然后好，那我知道我们今天礼拜同时在庆祝重阳节，我也真的期待在座的每一位松年长者不要受到年龄的限制，因为年龄不过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不是吗？ Age is just a number。所以呢，我们仍然能够不断的追求更新，仍然可以面对每一个新的一天，而且每一个新的一天就是新的，也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当耶稣对尼哥德慕说：“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还不明白这些事吗？”当耶稣对他质询的时候，我在猜尼哥德慕一定有想到以西结书上面说的一段话，因为他熟旧约。这段我们在读以西结书啦，最近我们读那个新眼光是以西结书的进度。他说：“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期待也用这段话来跟大家共勉，让我们能够倚靠圣灵，将实心变为肉心，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真理，然后呢，一切改变都重新出发，然后可以重新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赏赐圣灵给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各种的可能性，活泼我们的生命，日日更新，日日进步。我们乐意与你亲近，建立亲密的关系，恳求你除去我们的阻挡与障碍，让我们就活在真理当中，遵从你的旨意，活出你的心意，在不断死不断生的成圣过程当中，经历永生的美好。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候邀请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恳求永生主圣灵重新来充满我们。恳求永生主圣灵重新充满我，恳求永生主圣灵重新充满我，破碎塑造盾的重用，恳求永生主圣灵重新充满我。我们第一节再来唱一次。恳求永生主圣灵重新充满我，恳求永生主圣灵重新充满我。破碎塑造锻炼重用，破碎塑造锻炼重用，恳求永生主圣灵重新充满我。这时候我们要恳求永生主圣灵在我们的教会动工，我们要恳求永生主圣灵赐下爱心跟盼望。我们来唱第2节。恳求永生主圣灵在教会动工，叫我们心意合一，和睦心相通，心生谦卑，科技分享，恳求永生主圣灵赐爱心盼望。请坐。请兄姐预备心来奉献，奉献后请许牧师为我们祝祷。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弟兄姐妹，请放弃起立。一生，经营罪恶势力。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礼拜到这里结束，请在殿乐后再离开。